當天王星與火星正喺度角力之際，夜空上浮現一輪充滿張力嘅金牛座滿月，提示着我透過付出與收穫，重新喺個人價值上覺醒。火星進入人馬座後，即受天王星所影響，令個人想要達成目標、為自我作出爭取嘅意欲大幅膨脹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或許變得更加強悍，不願屈服於同個人主張、同意願相違嘅事情，會感到更強烈嘅抵抗意識。滿月嘅力量更可能將呢股張力推高，將內心股抗爭力量推到極致，令早前喺人際關係、資源分配、財務管理、合作方面埋下嘅炸彈一觸即破。儘管滿月牽引嘅情緒令我哋難以自控，甚至令場面一度失控，但當中埋藏着嘅，其實關乎着個人價值嘅問題，迫使我哋去反思。你覺得自己在一段關係或者合作上，付出與收穫係咪唔成正比？你面對失聰時，選擇默默承受，定係拼命爭取？當你選擇默默付出時，你期望他人對你如何作出回應？呢段時期，我哋特別需要去重新檢視付出嘅背後埋藏着嘅意識局限，覺察自己有冇承傳着被灌輸着某些扭曲嘅認知，以為必須付出與吃苦先可以換來回報，必須屈服與忍受先可以生存下去。呢啲潛在嘅認知正為靈魂供給着一個卑微嘅訊息，讓我們以為自己不值得享有什麼，亦不配去爭取什麼。假如今次滿月裏感受到不忿同不安正無可避免地日出，咁就證明呢啲扭曲嘅意識只係恐懼帶來嘅求生意欲，而並非靈魂成長嘅方向。我哋必須相信，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嗰啲適切靈魂嘅禮物，而不必靠着貶低自我去苦苦乞求。